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 0.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22集。本人是2012年神學等級制的最終監考官身份臥底參與考試。本人由神學等級制考生開始就驗證考試試題，視察學生和考官的行為，帶領大家考生成功畢業或修業。這些考試是人間第三維度人間星神及星上維度的考試修行。當然，你們所有現在考試中考生考上神學神力維度需要付費。現在的考生可以用手機和電腦程式查詢繳費用的真假。如有法造假繳費，需要徹查到底，嚴重追究到底。你們的考生的指導師會提醒關於考試需要的學題和一般性考題答案。到時考試需要考生臨場應變，各位考生需要考報名，最後畢業是獎品的。無論你們考上你維度大會是會最後派發獎金的。請留意最新公關於本人的職及工資是以每秒計算的，每秒10元港元，希望大會盡早出糧。